啥物爱我一世人，害我感情半只重，痴情来对你了戆讲，如今才知一场空。早若会知，你会来变这款，嘛袂为你心茫茫。啊，啥人袂怨叹，心爱的人，装甲水水嫁别人。门一路新娘，我究竟不会讲你就会。你在那么大个人，不是心里无情怪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怪我做你的第七条线无稀罕嘛？吴明启，我要使你露出真面目啦！吴明启独对庄家人，两人一触即发，此时可爱女新娘在后神光奇变。这名面金碧文的文主金碧通天，当着天斩魔君高龙，最后的甲尊王。两人各见奇招，斗得最深火热的时阵，闪电霹雳，雷声奇响。金碧通天，当着天斩魔君喷上半空中，两人对落地面，奄奄一息落。哇！嘿，天斩魔君甲你金碧通天，哈哈，会好我那未完全啊！这个是武林的新角色，比庄稼人更可怕的人物，哈哈，也阁互伊偌可怕，我哪袂去惊到咱两个啦？五人头的，声头甲我拉有较低咧哦。一句话伫咧讲，秋欲静日风不止啊！啊，咱是先知先觉，也毋是后知后觉，更毋是不知不觉啊！也咱若看世面较歹吼，咱都甲苍凉起来。你咧，上后苍嘛像秋神啦，藏在土内几年啊！一秋天若到，伊就爬在树上。秋天开始进前，伊就好。所以一句话伫咧讲：金风未动先仙觉，暗送无常死不知啊！迄个秋神是仙角，上不知东龙在后，得要收伊的性命呢。要安那？君子思来随心实现，思去随心将空啊！对，时到时长，无米煮咸猪汤啊！吴明启运出五指闪光，激斗庄稼人。庄稼人运出太阴真气，两人气功相接，如雷轰动。甲说开天辟地之枪，这个时阵鲁新娘心怀意业，而不知所从了。原来你是温心福。
您是苏彦文，是阮身份，是苏彦文并无重要，重要就是你沉浸在苦海，庄稼人苦海茫茫，回头是岸啊！我毋是失败，我去了解你是阮身份啦，哈哈哈哈哈！我无失败，我无失败啦，哈哈哈哈！嘿，冤冤仇仇，风波几时休呢？湖海争受因名起，无名之音得相知。如今只有永别离，爱情亦付流水去。世事如幻魂烟过，不如多名江河边。奈何结义心强热，剑喷不尽又花迟。堪巧多名客，无名何必夺？有名夺不了，名头日渐高。壮士，你何来此事呢？路过清风亭的时阵，有两个行刑之士急气说出来的。壮士，你觉得时意如何呢？觉得行刑之士太关心你了。我乃刀削之人，无值得人的关心吗？你是国家栋梁，殊荣工商，山海鱼鸟该关心吗？愧受赞妙呀！壮士是贵族子弟。说什么贵？说什么贱？所贵行不贵，所贱行不贱，所难行又难。壮士气质一公啊，行为一兵数，是令人赞赏。以你的口中，我是完美男子汉，但是眼中却是缺手的女丈夫啊！啊，你虽然是女人之身，又不让私密的情怀。再说，温室中的花蕊，你何过落叶风霜呢？唉，一首诗留在沙漠仙人掌上，你愿意听吗？福豆魔鬼庄稼人，紧张之后，愿闻妙诗调剂身心嘛。甲书前世无缘人，今生再见又何意？悲悲急催痛分别。真情相觅并出诗，好诗，好诗，这是描写战场儿女一见如故，而一见钟情，然后进军的悲悲声急急而退，两人在无奈情形下挂痛分手。但是伊盼望一天，有情人将归眷属。假使你徛在当时的情景。是生好心咯。哦，因越故之真情相觅便出世，绝对应怀出世。千山万水，心觅有情人，但愿对方要同样的心情啊。对方才是这种的心情之下，四处寻觅啊。未知有无踪影呢？只闻其声，未见其影。哦。劫客，你是分手带入劫苏彦文吗？哦，非啊，我是多名客。姑娘，妙诗，你的妙诗引人如入其境，我有急事过世咯。苏彦文，温新福，多名客，啊，令人义愤赞赞。讲几步，我拢听无拄敢若尾句听有尔。我有急事过世咯。多名客啊，收等你啊！啊，莫使啊！
快出来送死吧！苏元文，你快出来送死吧！我无失败，我无失败啦！去当个主啊！啊撤！快到做两起老三要追杀钟庆人的时阵，成功失败，连怨叹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男子汉不惊困难，信心十足爬过难关。不免对我百般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。成功失败，你免去怨叹，名声就爱多赞。人命运袂当同款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王武段乡人特别坐正地下路。黄家人被段乡人打入断崖路。哦，落啦落啦！还没得还没下。若无壮士你来帮助这阵哦，你要收治罪魁庄家人实在困难了。相信恁是内行人啊！还没带你行下来。老师啊，咱都要落去深坑断崖所在，看你罪魁有死也无死。哦，来个扛一扛，便知道。男子汉不惊困难，信心十足爬过难关。不免对我百般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。成功失败，你免去怨叹，名声就爱多赞。人命运袂当同款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我无失败，我是天下无敌，唯我独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苏元文，你快出来送死！我无失败啦！罪魁庄家人中了重伤之后，又迷失了回庭，伊的心情恐慌、愤怒又痛苦。这个时阵。情海壮华凉，万教多感伤。寄予三秋游，显赫在南阳。卢仙阁，卢仙阁引路吧，卢仙阁你引路吧。庄家人随着稳稳现现的吕伯君发射而去了。心啊心啊，心情你都晒红烧。
好啦，莫多笑咧，睡袂着。啊，我这世人若甲恁这个喇叭现身嘛，我这个拢声风吼，恁这睡袂着，恁斗阵咯，我规世人拢未顺传哈。我这边来去做一件咧英英练练的工课咧，我心喜用的。呀，咱呢，我想走到3公园切身。哇，个3公园啊！我心来用的。应该先靠近回龙来的咸水，咸水。潜水不是咸水。我的平衡无问题。好啦，哎，咸水啊，你全天啊拢无惊半人场，是啊上惊龙惊人场。免惊，哼，我互你看，迄龙影人即马已经43龙平啊啦，咸水啊，啊你全天啊上爱迄个可爱女神龙场，然呀，啊爱袂着变成人水火神也么？啊我啊你练的方法，你就会当得到女神龙了。你若会当教我方法，呀，得到女神龙，当小事哩。花撒头用都毋通撒后壁，什么意思啊？影都先吊起来，我做代志才会完判啊！有理，来人啊！净爽真鸡身一只银鸟，毋卖啦，迄银鸟虽然真价值，你咪着搁摕去珠宝店，啊无倒去当店哦，啊去当了有钱啊，迄种废去啊啦哈！现啦，哈？什么现啊？毋是咧下现啊咧，现金啦！哦，来呀，拿300两银小数，哦，300块啦。好，安尼等，先生啊，迄女神龙爱慕勇敢有气魄，也过顺也真独立，迄款人啦哈。也爱迄个毋惊恶势力的，毋惊魔鬼的男子汉哈。啊，那论理的条件呢是相当有够呢，有够标准的路条呢。所以啊，你是好也有本，啊人我缘投，啊文武专才，真正牛一只新上高。对，这要亲像狗。唔是啊，我有你是啊真正牛啊，但是啊有较无胆。这无胆咯真烦险啊你咧。是啊，这无胆要安怎？唔要紧，我打招你。哈？你胆要招我？我讲起来，你就真有胆啦！迄龙亚人呐，这个已经水位啊，去互迄个防务段乡人哦，旋风光魂。我用乌明的用迄部啥物款的闪光安尼，一个安尼吼，讲用歪脑子的电线摇线安尼撒一个哦，我这个阴家仙迄个无形神秘光安尼一个哦，安尼拖追，摇啦哈！啊你即马顺这个机会叫做顺风上多想啊哈！啊你怎啊去想什么呢？龙亚人啊！啊可爱女神龙听到这个消息尔，抓紧杀掉。杀掉，啊，伊就信心来说呢，啊，一概就好势了。来人啊！准备，无效，我甲你讲是讲，用一个人，啊，你若用仙军万马去哦，反效果，爱单独来做，安尼才有飘撇。哦，单独做才有飘撇。是哦，有理。我拄啊是讲，来人啊！恁大家拢甲退下，好，做咩啊？来去收敌总教人，好，那是阮好势啊。若是互我这个魔我出动，啥物系多名气？是我这个怪日出现的英雄，什么苏元文？我这个鬼车出来，啥物防务专枪人拢总共款，阮是比总家人较凶、较恶、较杀啦。对，那你三公出来，特别收敌对中原军舰非常简单了。迄个就是沙球林化名叫混血星，后壁迄个查甫捌哩。杀掉！莫杀，迄个带当啊做某，汉你水咧。我杀啊！这一个查甫啊，一个查某安尼分袂平啦，杀啦！杀！都
多谢花英雄你的相救。那是我华强，就是见义勇为、见过不救、心伤不烂的男子汉大丈夫。但是呢，你的朋友迄个金斑梅找无？金飘梅啦，哈，金飘梅，对对。啊，可是呢，一个老伙仔白头翁，来用药单互你食，迄个什么名我唔知。可怜的金飘梅，为我送命在阶下啦。哎呀，事情有命，不可悲伤哦。喂呀！哎呀啊！要多开心！相逢电梯见头的时阵，乱世孔子闪光人又出现咯。闪光一时，三光发火，消失咯。走走。到底是什么人来帮助呢？雷公甲电母，哈，雷公电母。嘿，你讲嘛？拍着拢烧干了，哦。是啦，赶紧来去找找庄家人算账。我甲恐怖啊！庄家人随着吕伯君的形影到了青海江之外，吕伯君的形影也渐渐消失现场咯。青海总华龙嘛，我无失败啦！苏延文，快出来上戏啊！莫亏庄家人的气数将军哦，万恶个魔头你咱脱定性啦！呀哈！风雨断肠人顶棍剑，决收拾万恶个魔头。庄家人在万水城，神秘的吕伯君到底是正还是邪呢？请看下礼拜一精彩的消息，苏延文一路新娘。